喺三鄉買別墅住係可以好輕鬆上車嘅。今日呢套港澳兒子嘅度假房，僅需要119萬8就可以入手啦，而且咧仲有上下3層，入嚟咧就係一個花園，後期咧你都可以種好多靚花靚草呢個位置，或者你揸車入花園都係可以嘅。咁側邊咧仲有一個側花園，現時都搭咗陽光棚。呢個客廳咧空間咧就唔係好大嘅，咁後期你需要大啲嘅話咧，裝修嘅時候可以搭咗呢個長2層花園嘅。咁目前1樓嘅話咧，都係有一個洗手間位，包括我哋一個廚房嘅空間。2樓一共咧係有2間房同一個洗手間嘅，咁每間房咧都係有衣櫃同擺咗1.5米嘅大床嘅。隔離呢間客房仲有一個落地窗。成個空間感咧都係好舒服。3樓露台就係我哋小區園林花園嘅景觀。呢個露台後期上面咧都可以搭翻個陽光棚。入裏邊就係一個主人房套間，都係可以擺1.8米床。咁入裏邊咧仲有我哋一個衣櫃位嘅。咁洗手間咧都係可以擺埋浴缸。呢套房咧係港澳兒子嘅度假房嚟嘅，產權清晰，冇欠款，隨時可以同你交易嘅。咁目前嘅總價119萬8，18萬嘅首期，4000蚊出頭嘅月供就可以入手啦。住呢啲別墅有咩好處呢？就係有花園、有露台，而且咧係停車免費嘅。咁目前嘅價位咧又同平層嘅價位差唔多喎。如果你都係想住別墅嘅，就不如過嚟睇翻呢一間。